我们都看过周杰伦哈，偶像看到偶像都怎么样？风靡，对不对？爱的鼓励之外呢，偶像他喜欢什么？你看他偶像是什么？签名哪签名？不然呢？偶像干嘛？拍照啊，拍照。第三招要什么？当然希望偶像来给我一个拥抱，所以呢，偶像不好意思了哈，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目光哦，到娘娘时间了，来。来，爱的偶像。偶像，签名啊签名，偶像，拍照，偶像，我爱你呀，好爱你啊，杨生啊，可以坐下来，请坐。刚刚我们的司仪，你看我们的读经班成功，经营成功，爱的三下是什么？您好棒，爱的三下，爱的五下，你真的好棒，爱的一下，棒，爱的两下，超棒，就是这样。读经班有时候会跟爱的鼓励搞混，可是当你的默契经营成功的时候，就是这么棒哦。后写的奖励没有带上来。那后写刚刚呢，在昨天呢，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时间呢很有限，那我们刚刚有请我们的所有的伙伴们写一张这个名字，对不对？对，请问有没有人有写的？把你的小名写在卡片上的，有吗？都有好棒，好。你快回来我身边，每天我的内心，掌声。太动情了，太沙哑了。
活动里面，或许非常重视的。其实一直过程里面，或许在团康真的不是本质，但是是无心插柳有成荫。不过或许有一个心态，就像今天我们昨天的黄理事长，我们今天的杨讲师，就是我们佩蓉老师，非常的喜欢学习。任何一个场次，只要或许可以的，或许一定拨时间去学习、去聆听。为什么？刚刚我们的杨讲师有讲到，温故而知新，书本念过之后还要再重复念。为什么孟子那么难念？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在念。为什么三字经、弟子规那么容易上口？不是因为它三个字。请问我们家中的孩子能把三字经倒背如流？说实在的，还没几个呢。所以弟子规好念吗？要把整部弟子规念完也非常的不简单哈。所以呢，很多的活动或许你已经玩过，你已经去接触过。不过今天我们就是算一个重新的复习，用很短的时间内，就像前面当初在接触这些短的一些的游戏，就让我后学呢陶醉在里面。那我们首先呢，当然一个活动里面，我们最常碰到坐游览车上面，主持人在说，好，我们待会麦克风起来之后，我们就来自我介绍。一直就坐在那游览车比如说从台南出发，一直往台中的路上，本来呢路上的风景都非常的美丽，就因为要自我介绍，就开始一直头痛，有没有这样？有，所以很简单嘛。像后续我们待会要玩的游戏，真的就是自我介绍，怎么说？好痛苦，很简单，不用让你说的很多。来，第一个说你自己的名字，我是吴甜妹，来自花莲，认识你真好，几个字？很简单，我是吴甜妹，来自花莲，认识你真好。好，现在就这么简单，因为时间我们要掌握时间，要让我们希望今天讲义的东西我们都能分享出去，因为真的都很简单的东西。可是这很简单的东西，从后学高中毕业到现在从第一次到二学去学这个旁康去这个默契里面，一个老师带我团，当我同在一起我发现即便20年过去了，后学还是很喜欢当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有没有像？就这么几招，到现在这一招，今天还要用到。来，很简单。现在我们每一组都有组员，对不对？对。这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因为后学本来座位不是这样安排的。那么很简单，第一个游戏叫串名字，怎么串？你就告诉我来，请你作证，我们都要作证的，来，请你作证，对面桌面对面。那我们来讲一下伙伴。最轻松，待会玩到最后第10位伙伴，你就知道了。第一位伙伴告诉这个您身边左边的伙伴说，来，你就是刚刚我说的，你重复说一遍。我来自台南，认识你真好。谢谢。你要说啊，现在下一次你了，你要先说你之后，你要告诉他。来，琼珍你好，你是谁？你现在不用写我名，来，我比如说好了，琼珍你好，我是姐妹，来自花莲，认识你真好。到第3位的时候怎么办？糟糕了，来，你念快点给他看，前面也要念哦。琼珍、思珍你好，我是谁？来自花莲，这样 OK 吗？懂吗？念后面的名字要快点多，待会儿干嘛？比赛有时间的话，你得站起来，把前面的名字要记起来哈。我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开始创例子，预备，开始。你们自己玩，不能看我自己玩，来。自己一台一台乱来，你从这边开始来。
写好之后，我们请长官说，兴趣有很多，我们就挑2种兴趣，比如说平常前面的兴趣，喜欢打球，我们写在100上；喜欢羽毛球也打在100上。好，现在长官要写9宫格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挑兴趣，比如说2年生的兴趣，哇，黑板上就有2个可以写上，一个是打球，一个羽毛球，对不对？他就写打球，底下伙伴你写打球，在你的9宫格是打球的怎样，就要怎样把它牵起来，然后这个游戏完毕，比如说像吃水果啦，或是兴趣，你的兴趣，还有你的嗜好，这些写完9宫格，我们看看谁先连成一线，那这个也是一种炒热整个气氛的一个场子哦。那在活动开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纲要。活动的主持透过团康的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怎样的距离？因为每一个人到陌生的环境都非常的害怕。或许呢，有时候常常会到佛堂去，我们的就是承办这个整个有母亲节的晚会，那也要办这个法会的一个晚会。法会呢跟母亲的晚会它又不一样，也要办重阳节老人敬老的活动，那又要办夏令营的活动。那每一个主题、每一个设计的纲要邀请的讲师要带动的活动，要以大地游戏的结合。比如说我们去年是以水之眼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要结合水之眼的讲师，那我们的整个闯关的大地活动全部都跟水有关系，超好玩，而且超劲爆。所以呢，或许在最近呢，接到很多我们的相应的成员，很抱歉，都不见得是来自于佛堂，而是来自于社会层面的曾经参与过的各小学的小朋友，都一直在问说我们的贵单位的夏令营几时要办？一个活动，当你办到还没有要办的时候，当家长都想要问说几时要办的时候，那个活动呢就表示呢，真的就是越来越成功。我们不能说非常成功，就是越来越成功哦。好，那么活动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是认识自己？因为呢，当你住在那个环境林老师，你本来口才就很好，不是？或许一直从国小到国小、国中、高中，或许自小从5、6年级，因为妈妈得了鼻咽癌，进了台大，把家里的家当都耗尽了。所以呢，本来是真的可以请长工到最后听老一辈在讲就整个呢家里的家当几乎可以变卖的都变卖，因为那时候没有健保，所以呢花费了100多万。那造就了后学从小就会有一种很自卑，就是说从小没有妈妈的孩子，没有爸爸的孩子很可怜，很奇怪，只要没有妈妈的孩子人家就会唱那一首歌，没有妈妈什么？你好聪明，我不是要唱那首歌，我要唱的是《像根草》那首。对呀，也是这首歌啊。你们真的考不过去。这个比较玄学，对战有吗？那这个比较好。那所以呢，在活动里面可以把你带出来。一个讲师他会把你的心灵打破，把你的沉闷打破。所以呢，或许非常感恩，我去到彰化2学那一堂课里面，虽然或许只有写到2个舞步，就是当我同在一起，其实整堂课2个钟头，那个讲师讲的那么快，我们的头脑又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当我同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南海姑娘，我只会记得那个步伐，然后讲师说你要大声点，我就记得这2个步伐。不过后来呢？心灵上的创伤呢，真的有调整过来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相互认识，营造气氛，制造机会，打破这个陌生，感动和凝聚整个团队的共识力。那我们也曾经办过那个叫做未婚男女的那个活动，哇，那个县政府办的那个活动才超棒。然后或许要负责去主持，还要当红娘、当媒人婆，真的这是真的。或许去年主持好几场，还要当介绍人。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婚礼的策划，那或许主持婚礼的话，很不价不毛，就是因为我们是道化家庭，所以呢，或许有要求我们在主持的典礼，当然年轻人有很嗨的，像前不久这个12月份的典礼那一场，这个新娘子其实已经怀胎5个月了，但是她还把新郎整到吃光了，桂窝帮。90块的零钱要干嘛找？新郎那一天怎么会带零钱找隔壁邻居兄弟堂兄弟找了99块，找不到怎么办？正在焦头烂额之际，这个岳母因为先知道他女儿的那个题目，你知道吗？竟然拿一包对，不公开这个妈这个岳母真的是很怕你心
地哦。大家有说这个新娘子不娶了，第二关那个关都是关，真的很难的关。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如果有机会想要学这一块的话，好，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活动原则一定要考虑安全，考虑场地，场地会影响你设计的一个整个逻辑跟概念，因为场地不宽敞，你要带大长胖的时候，可能呢就会影响很多东西。像或许两天来之前呢，我们就会跟总干事接洽，我们的场地宽敞。是以否那怎么样去带活动？麦克风、音响是否可以在当地呈现？如果不能当地呈现，我们用的东西尽量就是不要道具，只要一支麦克风，或是不要麦克风也可以来带活动。比如说最近我们在我们国塔在5月27号一个户外联谊，这个户外联谊呢，读经班你就罢，读经班小的小嘛哈，大的大，再来就是妈妈们。还跟我们这个年纪还 OK， 结果呢，我们的助理出一个难题就扣学，说我们呢来办一个读经班跟佛堂的老菩萨整个结合的户外联谊，哇，这时候就难了，你的场地安全性，老菩萨70几岁、80几岁坐轮椅的都有，那我们去看他的地点在哪里，在这个东海岸的太管处。关上去大马路台11线之后，关上海边面向太平洋，然后关上一个弯路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凉亭的这个太管处的游客中心，太美。去了之后爱上它，可是爱上它之后就糟糕，为什么？因为你要设计活动，要设计团康，还要设计这个整个闯关的游戏，那要考虑老菩萨。这时候我们要结合青少年班来，请他们当关主。结果整个一切策划、探勘计划书通通都乱过了，都在候选的这个脑海里面。但是知道吗？前一天晚上，下大雨了，我就问我先生说，明天天气如何？你会看气象报告吗？然后就打电话问助理、问点传师，点燃施工，点燃师没有给后期答复，点燃师短久，我才意思啊，点燃施工明天会好天气。其实呢，隔天一大早起来。其实我的动向，当然一定有一个考虑后因啊，就是如果下雨的话怎么办？就是移到室内，就是我们有些通知单有写，下雨就是在神云山，没有下雨好天气就是到啊，隔天就有人打电话，什么叫下雨？什么叫好天气？下雨的程度是毛毛雨还是什么雨？哦，这真的很难。好，不管我们最后宣布是，只要明天就是出门。当然那个笔试我没有讲，笔试是什么情形之下？就那一天真的到了这个太管处。全部的凉亭没有一个凉亭是有墙壁的，凉亭顾名思义就是东边西边的风都吹过来就是这样凉亭不知道该呈现。然后呢，更离谱的是，到了10点的时候，正在闯关的时候，后姐在带相见关，带游戏规则，画面跟闯的时候，雨突然下来了，结果就这样闯关，带着老菩萨，他们就去闯关。我们就在这个凉亭10点多，这些老菩萨被各个青年班、各个比较社青班的年轻人1组到20个，分了6大组，带到各个关区去闯关然后我们在凉亭，这时候我们的总务组说：“姐妹，这下怎么办？”我说：“您想办法，因为你是总务组，或许是活动组他说：“好，我就这么决定。后学回去带一个东西来。您知道那时候这个已经集合完毕，各个大家已经去闯关了，已经关卡那边闯关了。”都去闯关，那个凉亭剩下办事员说，那中午又要在这边吃，还是回国塔？回国塔的车程要40几分钟，而且下大雨我们就说好，这个钱选来的，把帐篷呢，把这个整个没有边的这个凉亭整个用薄棚给围起来，然后呢把桌子全部打好，把椅子全部排好，就是各组分配好之后呢。老菩萨他们一出简报室因为各中心都有简报室，一出简报室，衣裳都撑不住，待会怎么吃饭结果呢，他们缓缓的从阶梯下来的时候，挤到了这个帐篷底下呢，发现这里面怎么这么温馨？可以挤下170几位的前大的在那边用中餐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在策划活动要不要克服很多？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呢，今天或许来到这边，真的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上帝的护持，感谢所有办事员的护持，感谢每一位学员的认真，所以给自己掌声吧。好，那活动的类型呢，我们分为团康式的，那么也有环游式的，我们待会一一来带领。
起承转合的营造真的非常的重要。像后学刚刚是唱一首歌，那因为是前面是因为有讲师在讲课，那我们也可以讲是一个爱的这个爱偶像，它也是一个营造气氛的开始。那看是你主持的是什么场？如果你今天主持的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法会，那这个萤火晚会可能就是要用借由蜡烛、借由灯光的熄灯来做营造的气氛，用感恩礼来把每一位这一份来自于上天纯善良、纯善的那一份圆佛陀的心呈现给我们的天地。后学常常跟我的孩子说，人生不在于长短，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拥有的多，而是你付出的多，这是你最快乐的。所以后学希望把这样的传家宝也传送给自己的孩子们，也分享给我们今天来的在座的伙伴。那么开关前的计划准备，一个人在看港别到费挺难多人好做事，真的一定要这样想。那我们策划的活动一定不止自己知道，要很多的伙伴们来参与，这个活动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当你忘记了，其他的伙伴会补你的不足那么反复的练习跟音量呢，还有我们在活动整个流程里面要做笔记，要摄影。那么笔记要做什么？笔记不是说就是都记好的，要记些。那么精华点一定要记下来，回去 run 不知道的不要客气，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来问康桥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真的我很勇敢，我有分享给我们的前人辈听。我递了一张名片，我要递名片的时候，我们家3个宝贝跟我吐槽说：“妈妈，人家康桥老师在台北站在舞台上作词作曲家，谁认识你啊？你递名片，你以为你邀得到他吗？”我跟我的孩子说，我要用我一颗真心，我要邀康桥老师来去花莲上这个课程，真的就在去年做到了。康桥老师也在我们的读经会考，也在台上唱的这首，今天下午他就会带你们唱的这首歌叫《我爱你》，没有在讲义，所以记得看没有了，你要记得提醒老师唱这首歌，我故意的没有放在讲义里面好，我们呢，因为这样讲义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现在希望所有的伙伴来配合来，后面的伙伴呢，我们需要就是航海的，我们参与活动呢，我们所有的学员也是工作人员，那就是现在资海的这个伙伴们都不要动，请坐着，就是请后面航海的学员请起立。下一个动作呢，就是要让他们非常清楚，航海的学员全部请起立。那边没有学员，对不对？那我们请后面的这个学员请起立把这一桌后学的11点钟方向的这个学员请起立，最后面一桌请起立。要请你们退到后面去，要来帮后学一个忙，就是把你们现在桌上的东西先清空，把你们的桌子、椅子撤到旁边去，因为我们待会要到后面去带团汤。后面2排，对，就后面2排。对，收到旁边去，然后把桌子撤开。好，你有学到，太棒了。好，我们在他们在册当中，我们的喜爱的鼓励，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花花龙斜过来，爱的咖啡牛奶，好吗？好，爱的鼓励之后呢，这个呢是用你那一张，跟你们讲，你的手要比上你的右脚，飞，牛在哪里？牛在这里，牛奶。好，爱的咖啡牛奶，咖啡牛奶，好。默契大表演，有没有默契大表演？后学现在他有声音，其他没有动作爱的咖啡牛奶，最不担心的就是我们，大家有因为什么？只有他有声音，其他没有声音飞跟他不要有声音，其他有声音，剩下什么有声音？要知道。还有妙的妙，来，爱的鼓励，火车的时候来，大家呢，我
的黄讲师，我们双开的三头蛙，我们的目。是。好，两位可以吗？好，两位来，他的同意之后呢，来，他目前的动作也可以先拿过来，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就这样来，来，哔哩，来，转这边，哔哩，然后两个哦，一个两个哦，好，来，可以吗？来，哔哩咔啦，来，我一个伙伴跟我配合，来，注意。好，当学生在课堂上，我们一般都不会跟孩子说，我们既然在是属经班，我们不会跟孩子说，今天给我乖一点啊。我们是属经班，孩子已经上课上整天下来，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们跟孩子一般的有一些的默契，叫口令，叫最高品质，你们要说什么？静悄悄。谁最安静？我最安静。现在这个当下小朋友一安静，还有什么招很好用？弟子规。继续执念，然后我就开始忙我的事情，然后小朋友就开始去上好用，好来，来，快点闭上。
不要唱歌了。那什么花？什么花？小菊花，那你们什么花？有上太阳，手要伸起来，要手拉手，不然就站立。那你们什么花？为什么喇叭花要搭肩？喇叭在。喇叭花都要搭肩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就是这样，在博物馆里面看你去看，好喜欢小朋友，你们都太单纯了，你们这个花真的很不是啊。我们是童子军草地，什么花？我们那一排就把扇子下去，这样架着。哦，我们那一组的向日葵好美，看你们都没本事下。所以在活动要勇敢，脏了没关系，在活动就是要这样。我们现在孩子就是因为父母亲。哎，他那那色了，哎，不要下去了，要脱鞋子，不要不行要穿呐，没有关系，回去再洗澡，洗洗，心里干净，什么都干净，一切的病因都来自于我们心里，对不对？很棒，那我们就这么办，就这么这样下课了。好，我们来，不能就这么下课，来，起来，点，各组我们就这样就好了，来，第一组就在这边，今后学的哈，第二组，第三组来，第四组往前，这边往前，后面往前，来往前。好，往前来，往前这样。好，来一样，排一直线，好不好？一排列来，过来，前来。你们那一组就再往前，排一直列，正对。后面的前赶快来，来，就排一直线，总共有几组来？好，我们在带团体游戏的分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带场它比赛趣味活动这样分组，知道吗？OK 吗？OK， 那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打电话，怎么打电话？这个时候就要裁判，而且不用任何道具。打电话就是呢，每一组都有题目可以抽出来。比如说这一组打的电话，我们请所有的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乱过，我们请往旁边撤，到旁边来，往后退一点点。好，这是中间的这一次，好，在旁边。好，我们的电话是来这个洞呢，你这个地方是0啊，这个地方是0，1，你们手要手牵手，1啊，这个地方2，这个洞是2。举起来，手举起来，3，好，手举起来，4，这个洞5，好，6，7，8，好的，我的电话是365。所以呢，那你要钻哪个洞？从最后面那个伙伴来钻，来3。刚刚来再数一次，来，没关系，你们再数一次数目来，不是，是全部的人要钻，不是你要钻。好，来，这边你，好，你1、2、3、4。报数啊。好，刚刚呢听到3的是哪个洞？有印象吗？对，1、2、3。所以呢，3、6、1、5、3来，你就带着队伍来，3来过来，看看哪一组。我们当我哨子吹起哦，我们就去钻。我们刚正好整队全部的伙伴们去玩，好不好？3再钻6，钻出来，6，然后1这边1手举起来，好，回来，好。怎么打结？你跟我把给他穿完来，再过去，你过来，再过来，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对，哎，你们怎么放假了？你们跟谁签？哎，你的人呢？你是跟谁签？啊？哎，没有，来，再回去一次，来，好，全部伙伴一起穿，来，3、6、1、5、3，我们吹3、6、1、5，对，3、6、1、5、3，第一个数字是3啊，后面那个伙伴来追，来3，第3个洞，第3个洞举起来，第3个洞举起来，3、6，第6个洞举起来，全部穿过去，穿过来，
的全名哦，名将是谁？送礼物哈，来，开始了，音乐开始了，左点右点，出个好预备，左点右点，前跳后跳，跳跳跳，开，哦，好，跟在后面，左点右点，前跳。好，现在越来越精彩左点右点，前跳后跳，前跳谁？左点右点，不行的嘞，左点右点跳，左点右点，前跳后跳，跳跳跳，来，肩膀要抓起来。等一下，现在来转右移的，你们在哪里？先等一下啊，我们快点开始。再外贴一点，再来外贴，先不要开，这样的两个平的先不要看，先走到外围，内外围，走到外围，走到外围，绕到外围，先不要开，先不要开，先不要开，开这里，来，再来，然后外围到开这个。好，现在这个赢家在哪里？来，你们往后退人，还有还有赢的吗？好，我们拿到个大圆圈好不好？来，知道个大圆圈，因为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是吗？来，你是赢的吗？他的输的怎么会搭边的？搭上去，把它围起来了，来。来，一样动作跟谁对？去，左点右点，前跳后跳，跳跳跳，谁先导演人就进来啊！后面的前女进来了，往后退，那你的伙伴先不要走，你的往后退，因为前到腿长，往后退，再往后退，再往后退，我们尽量到往后长，因为场地的上关系哦。大环节，大环节。好，我们3、3比来，预备。小心要手来搭上去，手棒搭上去，你先搭边，绕着肚子绕过去，肚子后面好不好？好，你的手棒这边有跟到后面，搭上去了。好，预备，开始喽。前
你的脸上。来，我们第一页下放起来，就是 Q 边的伙伴，看一下，来哈，先吗？1、2、3、4、5、6、7、8，可以吗？左手跟右手要反过来，这样可以吗？1、2、3、4、5、6、7、8，正面2下，就是你的左手在右手在上面，左手在底下，来，试试看哦，音乐下去哦。
身体健康，家和万事圆，事事皆逢好人缘。最后祝福大家，不好意思占用到我们下一阶段的课程的时间。最后祝福大家，课程没有上完的地方，请大家多见谅，谢谢，感恩。好，我们请伙伴先坐下。我们佩蓉老师琪琪他怕先把黄讲师或是杨讲师的这个说出来，所以放在旁边。我们为了大方嘛，放心一下哈。为了误过你们哦，大家如果说到他们，你不要生气哈。好，放进去了哈。好，我们看谁是最幸运者。讲的时候都需要来，摇屁股摇一摇哈。抽奖前请摇一摇。大家哈，来手合掌啊，要祈祷。祈祷。祈祷。但如果你有听过，请拿回去分享给我们隔壁同学。哦，伟人的故事。1、2、3，哇！最幸运者。姓氏有3点水的，哦，看。这是好听的故事。那我们接着下来要安点哦。刚刚企鹅这个我们的这个企鹅舞的对，所以刚刚是在谁嘛？开前往的那位德家前到，他自己上厕所去了，不是吧？不是，我们都会说喊上厕不在怎样红抽嘛，都很怪啊。好，我们也请前人，这里面呢集结了很多的道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棒哈。我们请前人指正。哇，这是无限的荣耀哦！好，当然呢，
场，没有机会带嘛，但是有机会再带。好，欢迎一个，我们现在欢迎一个是欢迎前人来，预备，开始。高兴的见到你，欢喜欢喜的欢迎你，欢迎前人，欢迎前人，我们欢迎你。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前人。好，你现在请回座，我们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我叫小甜甜。大家都意犹未尽，对不对？真的很不想要下课哈。哎，可是已经10点25分了哈，我们休息5分钟就好了。